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所有主持人蹦恰恰。 感谢啊！来，甲少年人做伙哦，是咧上欢喜的代志。哇！虽然这个内心嘛，规拢爱少年起来，充满着这青春的活力啊！耶！今仔日咱环境，咱全世界所有的华人然后做爱收看咱这上界有水准的电视台，咱公共电视台上界好看节目，为山为水为玲珑，我是咱大家好厝边啦，蹦恰恰我本人是在来感谢啦。哇！这款的大概我海口 Q 哦，可丽啊有嘿，苗可丽哦，伊个大嫂啊，大嫂人啊。 伊讲唔讲咧风台内面在讲风台就不要紧啊，叫咧厝的细细的，你不要得。哦。叫风台入面到细细的，你就不要得。做伙久吼，人做伙久，人会互相影响，腔口就会变共款。哦。所以今日个腔口真重要的一样。好，来了解者，来隆重来介绍咱台语文专家邓安珠老师。 为山为水为玲珑，青春男女四过种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安尼来先请教老师啦。是。你拄仔咱咧像我咧讲的大蛇啊，迄个海口球啦，即台湾哦虽然讲无介阔，对，但是呢南北二路、南北中啦、东啦，有诶袂，腔口就无共款啦。大概有偌个种。以前吼，顺哥迄个福州人吼，三支刀、夹刀、菜刀、剃头刀，福州诶。啊，像讲你若去福州佚佗，迄叫卡溜卡溜。 咱来佚佗，咱讲佚佗，伊讲卡溜，卡溜，所以看福州诶算闽东。咱来去卡溜咯。哎，你也真搞啦。哎，毋是伫咧马干遐南干。迄就是福州诶。哎，南干、北干遐拢算福州。哎，迄算福州。啊，若讲咱金门啦，像讲迄个食糜嘛。哎呦，你也真搞啦。啊，伊儿化音播出来袂歹。儿化。啊，咱来讲朋友。 啊，如果食糊，如果食糊，你要食鱼啊，鱼啊，马祖、金门，朋友拢讲，来讲台湾，台湾想讲迄个诶关庙啊，关庙，咱讲吃爱菜，关庙叫会变吃爱菜，哦，所以食菜，关庙人变食。 食屎，所以泡炸寒，屎哪去屎时啊买红菜，买红菜啦，啊，红菜。有一条歌就是安尼啊，关庙小姐在庙王来，古水个少年代，少年代，叫做关庙小姐，迄个歌就是安唱。哦，迄跳公头仔尾，人家台语朴厉害，吃变能吃嘛，咱讲吃奥草，一变吃奥少，啊那到宜兰。 有一位黄先生吼，要请我食饭，饭店是订甲真远，害我行甲脚有够酸，啊食饭配卤卵，安尼尔。哦，宜兰的。哎，宜兰的，佮酸，嘿，佮出配的无味的汤。哎呦，无味的汤啊！讲头，哦，伊这个倒在搞，做咩倒诶？所以宜兰区也把变成碗嘛，这嘛算一个特色啦。 啊，讲引荐吼，伊个更较头前，引荐歹势，鸡仔边，练，来，佮甲倒落去。鸡仔边练，要食就是遐尼随便。鸡仔边定啦。哦。引荐人讲引荐啦，我带你引荐啦。引荐。唔捌弄捌听吼。在倒位啊？引荐。中话。中华。真正无听过。真诶，看遮济方言都听无。 这是咱人咧讲的话，啊有时无共所在，因有无共的 style。
像咱以早咱做者这边阿嬷那种个人的 style 哦，那种海我错咧等。司机啊，搞司机啊，不，你做嘛？你讲到你走路咯，你车动你看本机那个暗司机啊，你滚用头。我像阮阿嬷呢，我阿嬷讲话就是安尼呢。大家叫阿嬷，你今嘛你做咧？所以咱台湾细帮细啦，毋过人家腔口做者无共款，这甲咱以早讲的文白音较无共。像我咱讲青春的青，青就是文音，啊若读白音呢，青，啊毋过我会当读青嘛，会当读。青，青，会当青，所以青甲青是白音，毋过白音又搁分做洪音差，所以这叫洪音差，就无算文白音。方言差，你方言哟，方言差。洪音差地方无共的腔口，洪音差。了解，感谢老师。你讲哦，讲过来，讲天条吹就就拍到。老师是语文的专家嘛。是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叫我 A 哦。碰过。咱两个辈分应该是爱拍。没，我配咱好。配足好个，是，因为伊是，你算我第几代去啊？吼，柯浩顺的徒弟是黄定辉，黄定辉的徒弟是你，是我。我是柯浩顺的老师师傅，所以你爱叫我啥？你敢知？西祖。西祖。老师，西祖会使啊。西祖讲。来，你专程使用台语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子怡，今仔日30。晓得。陈子怡老师。真正假啦，这是我阿公甲我讲的呢。这语文专家呢，你莫伫是即么外行。但是阮是甚至海口腔呢。无，这共款，因为你若是用雨天，迄是生爱读白音雨，毋过你是名爱吴哦，本白音是有差。所以我是詹子吴。哦，最近咧创啥？最近我伫咧主持我的美食节目《时尚万家》。食美食的，食美食啦，吼，伊节目拢介绍美食啦，美食就美食，不美食。但是咱就安尼讲啊，我咧主持迄个好食节目，好食的节目。哦，我伫咧主持迄个好食的节目。我除了主持好食的节目，我嘛有演戏。对，我迄戏不了红嘛。哦，足红的，请甲抓袂掉。查某会做兵嘛？对，查某会做兵，查某会反。对，有小块的查某嘛会做兵，有小块的查某无做兵，啊，我就是无做兵的迄团。了解。对。了解。嘿，我是做兵的查某的红婿。哦。对。伊内底红婿啦。对。好，啊，你有啥物要交代？别。啊，无，我差不多安尼就好啊。差不多啊。你听伊讲会较清楚，会较清楚。胖哥你好，来，请你专程用台语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杨舒涵，我是一个演员，有得奖的咧哦。对，新人奖。对啊，我知影啊，迄演技有够自然的啦，演算圆安推安尼嘛，对不对？嘿啦。嘿，啊，你本人叫做水的啊。啊，多谢胖哥。啊，电视哪呢？我去当阵吼，去南部拍戏的时阵，比即马搁肥10公斤。这个囡仔将来有前途啦，伊一般第一出戏就得最佳新人的这奖。咱有讲过，人生若一摆尔。啊，伊伫内底演甲安尼推安尼吼，大家拢注意到伊。所有的戏拢写为伊遐去。吼，我即摆讲伊安尼讲较紧，伊会听无啦。所以讲人生咧，那根本就无对嘛。你只要气势哦，你只要观众介，你对你愈来愈硬。多谢胖哥，我跳舞啦，毋过是多谢胖哥。好啦，欢迎你来啦嘿。啊，有机会大家再来合作啦吼。好，今日要来考虑咱的台语吼，咱拄有讲过，各地腔口无声共款。是。我先记一个，我讲烟前，有人讲烟枪，这个意思。好来，卡落来。我讲两啊，我讲软，哎呦，水难听诶。我讲糜，我
我讲，破音啊！我伫咧想梅，佮梅，哎呀，梅出来，梅嘛，你不惊干你是办啥？来，我讲食饭，我讲食。因为我食肥哦。拄则老师头前有讲过食呸，我讲食饭啊，食饭，我讲食肥。食饭。来，我讲煮菜，我讲煮鸡，哎，紫菜，问题毋是你菜，紫菜，毋是你菜是。鸡菜、紫菜，啊，鸡菜，or 紫菜，对，迄人讲煮饭嘛，煮菜但煮好来，我讲鸟翅，我讲鸟鼠，鸟翅，安就对够了。鸟翅嘿，翅拢有啊。哎，鸟翅、鸟翅、鸟翅，三种啦哎对。来，我讲买溜啊，我讲马溜啊，买溜，尾溜，你写较困难哦。来，我讲土鸡啊，我讲好食，袂歹吧？敢袂使？鸡字，我讲土鸡，土鸡，这个我知影，我有土鸡嘛，饲鸡有无吼？龟，来，较简单的哈，来，我讲番薯，我讲番薯，番薯，啊个番子，番薯嘛。来，我讲面皮啊，我讲面皮，面皮，面皮，啊个一皮，好，卡。我讲起火，我讲起火，我讲起火。哎呦，伊做将仔，我甲点一点啊，光头的仔尾规个拢甲斗起来，鹅嘛，真搞哇，儿化音诶，水。来，我讲当初啊，我讲东吹啊，动车，哎，讲动车咧，当初就是迄个客人会讲足车啦，动车。啊无我袂讲个啦。来，我讲几岁？我讲几岁？对，拢会几岁，几岁，啊来，我讲小妹，我讲小妹，小妹，敢有个无？讲小妹，应该拢抄得这种结果安尼啦。好来，我讲再会，我讲再下，我讲再好。厉害，来，我讲破病，我讲破边，破病，唔是破逼，破边啊，破病，边，哦边啊，边较济啊，破边。无，这个就无啊。哦，这有时语言足奇怪，有破病，无是破饭啊，对无？嘛无啊。啊，食饭啊，食饭，无我要去食啥？好来，我讲公斤呐，我讲公斤，水，公斤。好来，我讲花香啊，我讲黑香啊，哦，这个特济啊，可袂倒啦，黑香啊，花香，啊，黑香啊，花香，啊，阮但是花香，黑啊香啊，我无共款，我就是讲出家人。安尼较简单呐。好来，我讲附近啊，我讲不坤啊，附近来，我讲野地，我讲野都，野都唔是野都是几只都啊野起，野都，哦野都，来，我讲选举，我讲选举，我讲考虑，我讲颗粒，科鲁，嘿，对，我讲问题，我讲问题，你讲我讲问题，好来，我讲是谁，我讲是水，是说，我讲八字，我讲八字个八哦，几哦，威力，八字。贝里，贝利，哦贝里，啊，另外一个
你敢分得清楚？来，啱啱来。好好，这是哩啦，是了的音，迄你的字吼，爱安尼对面顶安尼拍落来。啊，那字吼，就是你的喙齿爱合起来，敢若英文的字，哈，有啊有啊，有诶叮当无字，啊，这是哩。嘿，对，无共款，这个好诶。无状元，老师有状元学生。无这碰过搞教。无，我来坐坐啦，调你啦，调你，太厉害了！来，我讲水鸡啊，我讲水龟，水龟啊咯，我讲八仙，我讲八仙，我讲神仙，我讲先生，我讲神仙，先生。这个爱研究者。神仙先生，对啊，豆饼，神仙先生。好，今仔大家学袂少啊吼。好来，过来，俗语讲了好。小可代志，嘿嘛，你人嘛免来，免我叫人家处理就好啊。嘿，好。来。我你顶才有这重要代志要宣布，互恁大家听清楚哈。我是讲本理啊，这里面办公室来招新人。我看过泡咖啡都要泡好啦，你啉看卖啊，这新的豆啊。我甲你俩零啦，今仔日咧报纸好，恰过目。你这顶个月今仔日啊？这较重要啦，看这啦。嘿啦。你会使卖对无？我今日经到头帮你。无啊，我较紧。试看卖啦。泡的咖啡用这杯啊。对啦。来这套，大家嘛，大家这干巴店买。啊，我啉了个泡咧。你那摕你现泡的啦。啦，店员现泡的啦。对啦。是安那形容拄个才好啊。无，你惊红发的啊！你搞到咁要找新人，你想要叫阮等去食家己哦？对，是要跟大家斗想，看卖讲要找新人，新人要有啥物款的条件较拄好。这无问题，你不高弯的对啊，对。来，我是感觉吼，迄只新人哦，爱有好面型，爱好笑型啦。我是捌听过大面型，毋捌听过好面。好笑型，有啦。你了解我的意思。新人一定爱热心嘛，爱帮助人啦，爱热心啦。而且新人一定要有特殊的才艺啦。才艺是啥物件？才艺啦，我这是特技团用。系啊。啊，来这做工课，还佫有特殊才艺是安那？恁几个敢有？我甲你介绍。我会晓洗镜，我嘛这嘛。足够的啦，哦，洗几百个拢因的哦。你当这甜无呢？在无啦，迄小姑娘哦，你拢因囝啦，跳舞也是画图，阮拢会晓啊。是啥物叫做小姑娘？小姑娘啊，迄个场所啊，开演唱会。迄现代词啦，拢有小巨蛋，无人讲小姑娘啦。嘿，我甲你高雄大念人的。恁大家讲了拢不哩有道理啦吼，安尼。啊，这是里长办公室公布。呀，这是你，共款的吼。里长办公室公布，里长办公室公布，今仔里长办公室要来招募新人。你若是安尼笑容满面，啊个呢，这个热心助人，个特殊的才艺，欢迎你来加入阮哦。多谢，感谢公布完毕。安尼敢真正有效？有啦，有人来啊！你看，来，这是家吗？那个办公室是家哦。好。你了，你介绍我头有点痛啦，啊，就是气虚啦。喂，啦，收电话，咱好啦，收电话，不是啦，收电话，我即摆是派出所还是中医所，还是你？无啦，你这下你，咱这是地方办公室啦，无看病啦，我是来应征。你拄啊，我刚刚有听到恁这有公布上你缺人。那有欠人的，欠人啦！你有听到阮的奉上就对啦，哇，接近到阮。啊，你这你叫啥物名？我叫
单之舞。好好，我们来应征啦，吼，要来要做工课吼，有这条件是共相处理一下呢。第一个条件吼，来，笑面啦，较笑面的，啊，你笑一个，我看我笑一个。嘿嘿嘿。哎呀，你安尼袂使啦。安尼袂使。啊，笑较大的，你看哦。来，你做一个。啊，搁一届。袂歹，安尼会使无？有亲切。跳面，开心，嘿。啊，这是新做人这边来去啊？这我来甲去，嘿。来，少年，嘿，我问你啊，若是一个啊老太太要过马路，你会安怎？若是伊咧过马路，我爸爸开伊手，扶伊过去，安尼会使无？伊大钱呢？若是伊佮无想要过马路，伊只是咧等人诶。你这嘛简单，我会甲伊惊，开伊手，哈哈哈哈，甲伊惊，破花赞。哦，安尼这个有够刻薄啦，安尼啦，无问题啦，有热心，有热心。好啦，热心做人这个部分会使慢慢啊观察啊。就是你唱我听无？来，我刚刚无安尼啊。我是讲你有啥物款的特殊的才艺无？才艺啊，有啊，我的气力足大的，我气力足，对，足大的。气力足大。敢袂使？无啊，试看，我唔知你偌大。你要试看觅？我试看觅哦，一支。痛！哎呦，一支镜头啊呢？一背。哦，歹势我一百。哦，一大百。哦，一大百，我都不爱相信。百站起来，我无瞄准好，我用拍。你气力有够大的啦，啊，佮好笑心，啊，热心呢。对啊，就是我啊。哇，你长啊，你感情这么容易，万一吼伊若造反吼，咱规个拢叫伊拍死呢。无好啦。人掠厝掠鸡，这个个无半只。系啊。我这，像鸡好势。无啦，这咱准备的啦，这。哦，迄支特殊的啦。对啦，这支特殊的啦。来，少年呢？来，我感觉你人袂歹啦，吼。真正嘛。笑容，笑容嘛真好看，亲切感真好，啊，佫真热心助人吼。但是这是安尼啦，阮遮可能无法度容易啊。啊，无你是咧讲啥物？好大，你讲一摆，你讲无清楚，我的气力是足大的。你讲啦吼，啊你豆豆啊听，可以讲一个。你讲。哎呦，我听看卖。你是要讲话？我冷静的啦。我是讲你莫激动。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你是一个特殊的人才。对啦。这你要气力，阮遮所需啊，唔是讲迄个安尼花身体外臃肿的，像你这款。这你勇的人，你应该唔好来阮这小李嘛，你应该去做警察。对啦。哎呦，对。我安尼听落来，敢若袂歹哦，正正都无人甲我讲呢。你真正无啦，我是要啊你压手啦，压手啦，压手尔啦，压手啦，嘿对。无紧啦，你手剩一支。不，即摆是用安尼尔，疫情期间。安尼啊，安尼我会使啊，那我来去。好啦，我去做大代志。加油！嘿啦，小苗尔啦。夭寿伊地了甲地啊，所有规人骨头要起来，什么特殊在嘅夭寿啊！惊到。敢若有人来啊呢？哎呀，这这个袂歹哦。你。哎，你好。有啥物爱倒骹手的？无啦，我是拄则有听到迄广播啦，是讲吼，遮有咧欠人，我来应征头路。你是听这款声？好。听这个广播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听这个广播嘛，对不对？对啦，差不多。听这个广播嘛，对不对？讲同款啦，差不多啦。请教你什么名？歹势啦，我叫做杨思涵呐。安尼啦，要来遮这个做工课吼，我有3个条件吼，希望讲当一一适合
符合咱就当来食头咯，好不好？好。你是讲啊，来只请吼，来吼，阮吼首先吼，你会晓笑无？阮要再好笑。是像袂晓笑。你会晓笑到？你颜面神经麻痹了。无一定哦。好，来你笑看卖，来一两三笑。水啦，袂歹看啦，嘛生得真水，毋过吼，伫咧无共的场所吼，你爱用无共的笑容。是讲咱即里吼，你就爱安尼笑吼，我甲你教，你学好吼，你安尼，吼，你手爱提起来，吼，啊提起来安尼扛落，啊扛落的时阵你，安尼，哦你，换你笑一摆，安尼手提起来，啊落，安尼会晓无？来。对，啊有啦，搁加练是就会用了。哦，这笑了真好，笑了真好。这个哎，再来。对，啊，还有迄在艺表演，你敢袂晓特别的迄在艺咧？阮这个第三条街就是讲，你有啥物款的特殊在艺，你听有无？我就是特别早这来，因为我的在艺就是。你便当了。啊，这毋是迄。你敢袂讲你是做骨力的，怎啊摕得啪？唔是啦，我甲你讲，其实吼，我是一个算命仙。哎呦，人拢叫我仙姑。仙姑，我会当为这个球看到未来。未来哦，哇，这叫做水枝球嘛吼。水枝球。好，啊要看啥？来，我去看。我来替你算看卖你的未来。来，对，你来看我清楚哦。看较认真诶，认真看卖。我看到。看到啥？我看到你的第二春。哎呦，本身就容易啦，哇，查某意思呢？你继续看，伊的形才会出来。哦，伊的面啊，面诶，你看到无？生做安怎？是生做安怎？你看到伊的目睭无？无咧。伊的鼻啊？无咧。伊的嘴？无咧。原来你就是我真命天女。哪有这款代志？干嘛呢？哎呀，唔是，我讲看到一个代志。我啥？若是讲你无要互我这个头路，咱的缘分就到今日为止尔。你安尼，你安尼伤为难我嘛？对不对？虽然初见面那年，咱无。等，你不是有某吗？你安尼敢好？我家己有某。不是啦，你对。人生的机会只有一摆，敢讲你无要好我拍啊？你对啊，你想错哦。对啊，是爱做啦，你别来嘛。我家己的代志我做主就好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我嘛是一个条件，我若甲你录取了，你会答应马上交我交往。无我哪会知影你是不是咧骗我？这当然是无问题啊！啊，毋过吼，人啊，就惊讲互人骗去，所以讲吼，我是不是应该心领心水啊？心领心水啥物件？心领心水，领心水。啊，你有无做代志？谁刚来？心水啊？这我了解，心领心水嘛，无拄讲来做个一个月无领钱安尼。这样呢，惊伊更骗无唔对，会拖喺底大家。这是你张的钱呢，这。你张是我本人，无你，不敢你。哦，好啦。来，你张我嘛想要先领先水呢。无啦，哎呀，你就一当呀。不。啊，你敢好？先领。哈，你录取啊？但是咱等一个，喂，有当时会看到白这边，好不好？等一个下班，是毋是先到我来去约会咱进一步？除了面部以外，其他部位嘛熟悉一下。我就会你你安尼你看啦，你看，人水心肝垃圾鬼哈，欺骗我的感情。我讲，这款人根本就是假把一条背。
欺骗老人的感情哈。这款呢根本就是吃甜一条咸。看啥？拍破了。来，两位，吃。负心汉。来，拄只哦，吼，有听到两句小句有无？吃饱一条白，吃甜一条咸。这边姑娘啊，安尼来，那个巴拉不对啊哈，啥物找到你啊？其实钱摕得走啊。这情形到底是用对一句呢？赞成讲吃饱一条白请举手，一票尔。我最相信你，我是问你，我最尾再问你，好吗？因一定经历吃甜一条咸。对。啥是这句？就是我就贪心，所以我食到甜的时阵，我会想到白的。咸。所以我就想要食咸的，就是我这个人贪碟无盐。拢要食，因为我想要，我食碗来看碗。你是不是讲贪得无厌？对。我嘛感觉食甜一条咸是食这个想迄个，无唔对。不过我感觉拄则迄个情形，唔是这个感觉呢。哦，所以你说经济无共。嘿，对。我全部想法。有啦，第一个就是食饱嘛。伊摕到钱就是食饱啊。伊就白啊，伊当做你是因老爸啊，系对。安尼有道理无有嘛？我讲有道理，来了，苏生解答啦。头啱解释到差不多啦吼，食饱一条白，就是讲即马甲囡仔饲好饱，想讲哦，好佳哉有这个老爸安尼，变做有好康的啦。其实伊敢有迄种心？无啦。无啊，无迄个心。无迄个心有迄个喙，安尼尔假啊啦，所以是为着要来拐你的钱，所以变做假来才应丁，所以这其实这个人心肝作歹。另外是讲食甜一条咸，这是一个形容词啦。食甜是讲即马生活较富裕啊，唔通袂记起以早散起来的状况啦，有一种居安思危的概念啦。另外意思较我的俗语就是好天钓春，好来娘。伊甲你拐钱，所以应该较适合应该是食饱一条白。哇！干你着尔呢？对啊。后集开始，你坐一位好。较差不多，较认真拍拍，拍拍过来。这就是陈淑华所写的八卦红。八卦红是花吗，老师？也算气球花啦，仙人掌。好。气球花。来，这念起来吼，小可话字大家一定念袂准的。咱请这个姑娘啊，牛小姐，请了。八卦红无，迄字我连国语拢袂晓念。规身躯拢总是，互人看着真欣慰。毋过，伊的心真清气，有时阵嘛会开着古水的小花蕊，互人感觉足安慰。后壁顺吼，老师拜托你。八卦红无水开，规身躯拢总是，互人看着真正慰。毋过，伊的心真清气，有时阵。嘛会开着古水的小花蕊，互人感觉足安慰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来，各位看起来，咱大家做伙念这个八卦红来，1、2、3，请了。八卦红无水开，规身躯拢总是，互人看着真正慰。毋过伊的心真清气，有时阵嘛会开着古水的小花蕊，互人感觉足安慰。谢谢，感谢大家，后尾再继续去讲，画山为水，画玲珑。